2026年7月28號，根據傳媒報道，可伯因為肝癌喺7月27號中午12點半病逝，享年77歲。反目多年嘅仔女呢，亦都有到醫院去送別嘅。可伯嘅離世喺香港刑事訴訟程序同埋遺產法上邊，直接咧觸犯咗兩大嘅法律事實。第一就係獲得3度延任，至到2028年嘅區域法院法官陳廣慈，會唔會喺2027年2月審理河馬嘅傷人案呢？第二，核心證人離世咗之後，河馬嘅傷人案會點樣演變呢？而可伯嘅細女早前拎走嗰450萬資產，河馬又會唔會可以透過遺產訴訟而去拎翻呢？大家好，我係法國妹，多謝收聽收睇今集嘅 News Digest。我哋今日咧就用香港刑事訴訟嘅條例啦，同埋高等法院嘅判例啦，去攞呢件事咧去作為解釋嘅。希望大家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like 啲條片，同埋留低留言俾我啊，支持下我，飲個檸檬茶都 OK 啩，多謝。首先回應翻第一個法律程序問題，陳廣慈法官延任到2028年，而且呢單案呢，最初係同一個案件編號，都同一宗案嚟嘅，係 DCCC 1513/2025。陳官到底會唔會繼續去主審河馬喺2027年2月嘅審訊呢？答案係唔會嘅，陳官會依法必須迴避。原因有兩個，第一，程序咧其實已經係分拆咗噶啦。可伯喺2026年5月20號已經認咗罪，而且喺7月21號亦都完成咗一啲個缺席嘅特事特辦嘅判決。喺刑事程序嘅法律上邊，其實已經係一個句號噶啦。河馬咧就選擇唔認罪，案件咧就會獨立排期到去2027年嘅2月11號。喺區域法院開審法官咧，就會由區域法院首席嘅法官根據輪候個表，佢哋個 roster 咧去分派嘅，就唔會按照原先審理案件嘅編號由同一個法官審理到底。第二就係普通法嘅編則啦。點解咁講呢？陳官喺處理可伯認罪同埋判刑嘅時候，其實已經讀咗呢一個案情大綱，亦都聽咗可伯對河馬嘅單方面嘅指控嘅細節。所以咧，根據高等法院同埋終審法院嘅權威案例，只要一個客觀同埋支持嘅旁觀者咧，就會產生法官可能會帶有先入為主嘅印象嘅合理懷疑。所以呢位法官咧就一定要迴避，即係陳官咧就應該要迴避嘅。如果由陳官去審理咧，辯方就即刻可以申請上訴噶啦。上訴庭亦都會好大機會以審訊不公咧去撤銷定罪嘅。所以河馬嘅審訊咧，必定係由另一位未接觸過求情啊、判刑啊、可伯嗰啲嗰個案情嘅細節咧嘅另一位區域法官去獨立主持嘅。可伯喺琴日2026年7月27號病逝，其實對控方即係律政司喺2027年2月針對河馬傷人17起訴，其實會做咗一啲好致命嘅舉證斷層。第一，河馬係一路都話要 defend 自己係正當自衛嘅。因為佢主張可伯咧就係先攞個摺刀去襲擊佢，跟住咧佢先去箍頸或者去箍頸同埋去咬手指，呢啲咧佢聲稱咧為之一啲嘅叫正當自衛。喺香港嘅刑事法下面咧，控方即係律政司咧係有責任去舉證嘅，而且必須要喺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被告係唔係自衛嘅。記住係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即係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河馬係唔係自衛嘅。第二就係可伯生前嗰份口供啦，其實將會俾法院權威所有案例咧，其實係全盤封殺嘅。可伯離開咗之後，佢就冇辦法親身去接受辯方嘅一啲叫做 cross examination。之前咧，我都有講過喺高等法院有兩個案例咧係非常緊要嘅。第一個係 HCMA 352/2006案，就係律政司咧起訴曾貴全嘅。高院嗰陣時裁定咧，關鍵證人死咗之後咧，若果佢生前的確係落咗份口供嘅，但係喺呢個交叉盤問裏面咧，就對因為佢冇辦法出席，所以對辯方咧係有一個不公平嘅，所以咧死者個口供咧係會全盤剔除。而另外一單案係 HCMA 869/2006，受害者咧喺開審之前咧係病逝嘅，高院咧亦都重新講過話，如果死者嘅口供係一個核心嘅證據，法庭咧必須要剔除呢啲叫做傳聞證供 hearsay evidence。
而第三呢，就係目擊證人嘅局限啦。上次喺判刑嘅時候，陳官有講過啦，隔離鄰舍嘅證人係其實都係目擊咗中後期嘅打鬥，例如咩鏈頸啊、箍頸啊，但係成個事件嘅起初或者成個過程係冇人睇到，所以阿伯當其時係轉做污點證人，佢係因為佢係一個非常核心嘅證人嚟嘅。喺可伯認罪之前，即係佢認罪嘅大前提底下，其實控方係完全冇咗一啲去反駁河馬去自衛嘅合規證據，因為可伯已經過咗身啦。喺呢度，我要特別再同大家以我角度去解破呢一個好大嘅迷思。喺網上邊好多網民都話：喂，可伯生前落晒口供嘅，單案係律政司告河馬啫，又唔係可伯，所以就算可伯過咗身呢，河馬都一定走唔甩。呢個講法其實係唔啱㗎，因為喺香港刑事審訊裏面落咗口供，絕對唔等於呢份口供就可以直接呈堂同埋定罪。因為香港刑事法係好重視被告嘅交叉盤問權。根據香港高等法院權威案，頭先我講咗嗰2宗呢，其實最核心嘅證人過咗身呢，或者佢哋冇辦法上證人欄去接受辯方律師或者辯方自辯嗰位去盤問嘅時候呢，佢生前交俾警方嘅書面口供呢，係被定義為 hearsay evidence。其實高院有好多清楚嘅案例，因為要保障審訊公平公正，法庭係必須要將死者生前嘅口供呢係全部剔除嘅。當可伯嘅口供喺法庭變成廢紙嘅話，再加上可伯喺7月21號其實已經認咗罪，因為佢喺法律嘅記錄上邊係可伯先襲擊。律政司手頭上根本冇任何合規格嘅證據去推翻河馬嘅自衛說法。所以點解我話可伯一過身，律政司係極大嘅機會被逼不提供起訴，河馬呢係應該會無罪釋放，呢啲係鐵一般嘅事實。我知道大家都好唔中意聽，但係不如我哋放下我哋嘅情緒，真係以法律嘅角度，而家單案要上法庭審啊，咁我哋就撇除晒所有情緒，淨係去睇法庭上邊嘅事實，好冇？律政司喺呢個證據鏈斷裂之下呢，係極可能喺開審前或者開審嘅第1日主動提出呢個不提供起訴，河馬應該會係當場無罪釋放㗎。若果刑事案撤銷，河馬呢身為法定嘅配偶，會唔會可以透過呢個遺產訴訟向可伯嘅仔女追翻450萬呢？答案係冇得追。我哋睇翻民事嘅個法律，點解可以話冇得追呢？第一，資產個狀態係點樣先？大家記得450萬，其實喺爭議初期嘅時候呢，可伯嘅細女其實已經透過合法嘅銀行手續已經轉走咗啦嘛。呢筆錢其實就係而家由仔女去實際控制嘅，所以呢一筆資金呢係唔屬於可伯名下嘅個人資產。第二就係信託法嘅原則啦，仔女其實可以去到法庭舉證，呢450萬點解係可伯同前妻幾十年嘅積蓄嚟㗎嘛？所以細女去處理呢啲資金呢，其實本意係一個託管，實質呢係屬於家族嘅共有資產。法庭呢會認定呢一筆呢為之信託資產，所以就唔列入可伯嘅個人遺產範圍裡面啦。第三就係民事法則裏面有一個叫做喪失繼承權嘅原則，刑事案同民事案都係一個獨立個體嚟嘅，但係民事案嘅舉證嘅門檻呢，就係用呢個衡量相對可能性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普通法嘅鐵證裏面呢，規定任何人係唔可以用非法嘅罪行裏面呢去提取任何利益嘅，所以仔女向民事法庭提出一啲醫療報告或者警方嘅記錄，證明河馬可能涉及對可伯實施不當嘅暴力，民事法官呢就有權直接剝奪河馬對可伯遺產嘅繼承或者任何嘅索償權。可伯嘅離世其實結束咗啲單案嘅刑事爭議。喺刑事層面，核心嘅證人離開咗之後，其實會導致控方即係律政司嘅證據呢係會被剔除嘅。河馬喺刑事案上邊，其實好大機會呢係獲得撤控嘅。陳港池法官雖然延任，但係佢都要依規去做呢一個迴避呢個審理。
但係去到民事資產嘅層面嚟講呢，450萬嘅港元其實一路都係由細女去實際控制嘅。而且我哋根據信託法啊或者喪失繼承權嘅原則保障底下，河馬係1蚊都拎唔到㗎，佢係冇辦法可以用遺產訴訟呢去攞返啲筆錢嘅。其實我都想講少少嘅感受嘅，我亦都明白大家去對河伯啊或者河馬啊一啲情緒上嘅宣泄或者一啲嘢啦。我呢自己本身呢就冇乜點去跟進河伯或者河馬嘅之前啊呢個東張西望之後啊所有嘅事呢我都冇乜跟進嘅。我係去到佢哋打交之後，譬如起訴啊上庭啊呢啲嘢我先去跟嘅。但係嚟到呢一刻，今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收到呢一個信息嘅時候呢，其實我係覺得唔係，我覺得好感嘆，因為咁耐以嚟，大家去追捧或者去追擊，係咪追擊呢件事件嘅時候，但係最終係換嚟一場互相打鬥，要訴諸法庭嘅事件，而另一方男方河伯又因為好唔開心，又有抑鬱症，又有情緒，又食唔到嘢，又咁多病痛而離世，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可惜嘅。莫講佢之前究竟做咗幾多嘢，或者講咗幾多衰嘢，係咪真係抵死呢？咁我覺得人呢始終都要死㗎啦，只不過河伯的確喺7月21號同埋之前，佢都已經喺佢嘅求情信去希望大家原諒佢。我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懷住一個寬恕嘅心，去睇呢件事，咁樣會唔會大家都舒服啲？多謝大家收睇今集嘅 News Digest。我哋下集再見啦！記住可以訂閱我個 channel、subscribe 我，like 呢條片，或者留低你對呢件事或者河伯啊或者河太啊所有事件啲成件過程，你嘅參與度有幾多呢？都可以分享俾我聽。同埋你對我啲集做成點，你都可以留低一個意見俾我㗎。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